好啊，我想要聖誕禮物，唔使買啦。今年你姑姐去咗以色列旅行，買咗份禮物俾你。真㗎？我可唔可以睇下係咩嚟㗎？馬槽，仲有一個恤恤同衣衣。呢份聖誕禮物都唔好玩嘅，好無聊啊！小安接觸到馬槽，突然一陣強光，時空開始扭曲。邊度嚟㗎？爸爸、媽媽，你哋喺邊度啊？你係邊度嘅人？你呢？你又係邊度嘅人？小安睇到士兵查問街上嘅人，佢覺得好奇怪同好緊張。呢個叔叔同姨姨咁似馬槽嘅禮物嘅，等我跟住佢哋先。瑪利亞喺度瞓覺，突然天使出現。同大恩嘅女子，我問你安，只要你同我，瑪利亞不言下，你已在神面前蒙恩啊！你將會有一個 BB， 佢係神嘅兒子，要同佢起名叫耶穌。但係我仲未結婚㗎，點會有 BB 啊？聖靈會降臨喺你身上。至高者的大人要庇佑你，呢個係神嘅計劃。我係主嘅使女，願你的話成就。天使離開瑪利亞後，約瑟亦夢到天使。你要迎娶瑪利亞做你嘅妻子，因為佢懷嘅 BB 係聖靈所生。我明白啦，我會娶瑪利亞做我嘅妻子。約瑟帶住懷孕嘅瑪利亞從拿撒勒城到大衛的城伯利恆。